家早晨啊，一齊嚟陪我沉浸式刷牙洗面啦！唔知有冇朋友仔同我一樣，洗面嗰時會洗到成個洗手池周圍都係水。如果着長袖衫呢，就會洗到個袖都濕埋。有嘅話，唔該喺下方留言扣一。我就係因為經常咁樣，俾我老公講，你是不是不會洗臉？需要我給你出份 SOP 教你怎麼洗臉嗎？唉，當下我嘅內心 OS 就係，我都已經咁樣洗咁耐啦。你仲想我點啊？求其啦！今日出面日頭好曬，咁我就唔想出門，就改成喺屋企個廳度跑翻半個鐘嘅超慢跑。聽講最近好多明星都開始練緊超慢跑，減肥嘅同時又有益身體健康。好啦，跑完步之後就嚟拉伸一下我啲筋骨啦。天啊，點解依家啲筋骨可以咁硬㗎？好，咁早餐都係照舊，老爺牌養生豆漿。食早餐嗰時，發現個廳啲地好污糟，潔癖症發作嘅我開始攞吸塵器吸一吸地面上啲污糟嘢啦。咁晏晝呢，就嚟挑戰一下自己一個人喺新竹坐公車去市區買嘢。上到車之後，發現只有我一個得閒冇嘢做嘅年輕人，其他都係阿公阿婆。落車時，我發現司機如果見車上乘客未落晒，又有人要上車嗰時，佢就會伸手提醒上車嘅人要等一等。此時此刻，覺得台灣嘅人民關懷真係做得好足啊！嚟，上2樓揾返個面膜專區先。我通常呢就會揀呢一隻尼信斯嘅泡趴超貼妝面膜。通常前一晚敷完，第二日嘅妝就會好貼，好好睇。買完出嚟就四周圍行下逛下啦。啱準備返歸，發現自己唔知行咗去邊，開始蕩失路。救命啊！路痴嘅我以後點喺台灣生存啊？ Anyway， 歷經千辛萬苦都係成功返到嘅。食飯時，小孩哥喺度細細聲唱 Apple， 準備要去睇 Blackpink 演唱會嘅我已經等唔切啦。咁今條片就係咁多啦，如果鍾意嘅話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另外，你哋想聽我拍啲咩內容，都歡迎下方留言話我知啊。咁我哋聽日再見，拜拜。